真是离谱到家了！蓝星100亿人竟然同时穿越了！公告：检测到所有天选者均已苏醒，系统即将开启本命神兵觉醒仪式。本命神兵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正在开启本命神兵觉醒仪式，正在随机生成您的本命神兵，生成成功，恭喜天选者获得 F 级本命神兵破烂的军火库。干，怎么是 F 级的神兵？这也太垃圾了吧！我的屠龙刀、倚天剑呢？再不济给我一把 S 级的菜刀也好啊！公告：检测到所有天选者均已完成本命神兵觉醒仪式，从现在起，你们可以走出木屋，猎杀本世界的凶兽，获取资源。注意，30天后，本世界将迎来第一次兽潮，一旦死亡，无法复活。祝你们好运！不是吧？30天后还会出现兽潮，死了还没法复活，那我这个 F 级的垃圾神兵岂不是死定了？等等，军火库，我是不是可以从里面掏出手枪、大炮啥的？没错，你觉醒的神兵独一无二，乃所有天选者之中唯一能使用热武器的。那岂不是意味着，别人拿刀，我拿枪；别人拿剑，我拿炮；别人使用魔法，我可以直接用炸弹。神兵等级提升之后，可以解锁升级强大武器，甚至是核武器。可是我的神兵才 F 级，这也太低了吧！所有天选者初始神兵都是 F 级，需要猎杀凶兽、抢夺资源方能进行升级。那我就要看看我这军火库里面的初始武器是啥了。这沙漠之鹰，就这也叫凶兽？这不是我老家最爱的炸田鼠吗？救命！老鼠咬我！又死一个！这玩意儿太快了！公告：天选者刘壮已死亡，剩余人数941人。没想到这玩意儿这么快就杀了这么多人，那要是老虎、狮子什么的，岂不是9死1生？这么快就来了！公告：击杀1级铁爪鼠，经验加10。不愧是沙漠之鹰，伤害就是高。丁，升至2级，升至3级，升至4级。我打了1天手枪，居然没排第一，这第一名的都是些啥玩意儿？所有人，排名前20的兄弟们，抱团组队，共同应对30天后的兽潮。我发现一处地穴蜘蛛巢穴，里面有材料铁块，是神兵升级的重要材料，坐标275比713，有意者来。铁矿石可是升级神兵的稀缺材料，富贵险中求，得去看看，不然一辈子也没法鸟枪换炮了。哥，这不是排行榜第20的南风吗？他怎么来了？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你就是排名20的南风吧？是我，你们说的铁矿真有。你的本命神兵是什么？就这个。居然还没升级，还是最低级的神兵，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混到前20的。是你们自己打不过凶兽巢穴，发出组队邀请的。既然看不上，那我走。兄弟留步。你是第一个接受邀请赶来的人，证明你信得过我苏泽然。我妹妹说话直，别往心里去。行吧，给你个面子。兄弟，又见面了，咱就是说缘分呐。加上南风，现在到了7个人，再等等其他人。我靠，是不是真的有铁矿啊？别把我们骗进来嘎腰子啊！想分铁矿，先证明实力。你看我俩屌不？不看。该你了，展示一下实力吧。该你了，展示一下吧。女士优先，你先来。看好了。竟然是治愈技能！我该，原来是奶妈，怪不得这么大。
排名垫底的，到你了。身法不错，凭一把初级匕首能无伤单刷蜘蛛，怪不得能冲进前20，可以在我们队里当收割型刺客。太弱了，打一只蜘蛛都要这么久，纯混子。等排名靠前的来了，就把他踢了吧。不会再有其他人来了，那帮人根本信不过我。今天能来的，都是信得过我苏泽然人品的人。就我们7个，组队刷蜘蛛巢穴。反正我是不会给他回血的。我妹妹被惯坏了，刀子嘴豆腐心。放心，你要受伤，她肯定会给你回血的。铁块，全是铁块，发财了！警告！6级领主级凶兽地血蛛王。竟然有领主守护，怪不得这么多铁矿！别慌，击败这只大家伙，铁矿全是我们的！我操，2点伤害，2800点生命值，这打到什么时候？所有人撤退！完了，要死了！姐姐，这局有挂，咱们恐怕要重开了。奶奶个腿的，死了可没法复活，还重开个鸡毛，赶紧跑！左边进左侧通道。没路了！等等，南风呢？这小子肯定一开始就溜了，我就说他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想做渔翁之利，见势不妙就逃了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想办法对付这些蜘蛛。这么多蜘蛛，我们就是魔力用尽也没法活下来啊！废物！我这辈子最讨厌欠人情。卖队友的事情，我做不出来。来吧，来享用我美味的肉体吧！我他妈不活了！这把记了，下一把。对不起诸位，是我害了大家。是我们自愿的，怪你啥？鬼知道这里有6级领主。我不想死，我还没谈过恋爱。大妹子，我就要死了。临死前能不能满足我一个愿望？什么愿望？我老家陕西的，临死前我想吃一口馒头。我上哪儿给你弄馒头？爸妈，对不起，今生今世无法再见了，我先走一步。这声音好像是南风。南风？那个胆小鬼不是跑了吗？不管怎样，先离开这里。怎么，你们是不是把我当胆小鬼逃了？你一个人杀了100多只，得救了！南风兄弟没抛下我们。魔力耗尽，用木质匕首硬扛，太强了！
风，别吓我！你别死！快，奶我一口！不是这个奶。这上面有铁矿，这么多铁矿，发财了！我爱死你了！之前还嫌弃我，呵呵。我道歉。赶紧收集，离开这鬼地方。按照一开始的规矩，所得铁矿6人平分，但这次南风兄弟贡献最大，我提议拿出50%全部给南风，剩下的我们5人平分，没毛病。要不是南风，我们都得嘎。别说50%，就是70%我也没意见。我只要6单位铁矿就够升级神兵了，其他的都可以给南风。等大家升到6级，再来讨伐蜘蛛 BOSS， 拿下全部铁矿。击杀1级铁爪鼠，经验加10，恭喜天选者升至5级，当前排名本区第一，获得首次第1名奖励，伤害永久加3%，防御永久加3%。丁，检测到您已升至5级，现开启跨区域聊天系统。您所在的区域是本星球第527个拥有5级天选的区域，现正式任命为原始世界527区。第527个。在我之前，已经有526个人升到5级了，这也太快了吧！又有新人来了，这么迟才升到5级，还真的有够垃圾的。兄弟，龙国人吗？是龙国人，怪不得，还真是够菜呢。这种菜鸡让我遇到，一刀砍死。丧家之犬也配在此殷殷狂吠？你们樱花国的武士精神就是靠嘴输出的。八嘎，你找死！急了，我不过是陈述事实。你们祖宗学了龙国1000年，到头来只会认贼作父。如今在异世界还要找爸爸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收不孝之子。你找死！八嘎压落，你等着，明天一早就是你的死期。就这，还没发挥1/10呢。南风，你惹的那个樱花小次郎，估计要对你发起跨区域挑战。什么是跨区域挑战？击杀5级领主级凶兽，有概率获得跨区域挑战令，可以对任意已进入跨区的区域第1名发起挑战。挑战失败方全区资源减少10%，胜利方全区资源提升10%。什么时候？挑战令只能白天使用，应该是明早6点，刚好够升级本命神兵。我的天，100倍伤害，还无视防御。樱花小次郎是吧？明天早上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开挂。我操！南风，你要被樱花小次郎挑战的事情传开了。527区聊天频道已经炸了。怎么知道的？你们又没升到5级，怎么知道的？我们可以进跨区域聊天频道看记录，只是不能发言。可以进跨区域聊天频道看记录，得罪大佬，南风死只是不能发言。一群废物，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小次郎从下午就四处找软柿子捏，就算南风不惹他，他也会挑战我们最弱的区域。长他人志气，都怪南风灭自己威风，或要全小次郎区承担。从下午就四处找软柿子，现在就去认错就算行业，南风不惹他，不然就给全区人赔罪。小畜生，怪南风，你祖上是汉奸吧？自己惹祸要龙国人喊樱花人当爹，我建议他现在就去认错，会遭这无妄之灾。我建议全区联合起来杀了南风，去给小次郎赔罪，人家气消了就会放过我们。好主意。南风人当爹，别跟那种畜生计较，我们相遭这无妄之灾，一定能赢。我建议全区联合起来杀了南风，去给小次郎赔罪，人家集合我们所有资源，帮你提升实力。多谢诸位好意，我现在想杀人。南风，杀谁？别跟那种田志平，我知道他的坐标，明天一定这家伙排名第9，你需要什么材料？我坐标给我，交易给你。现在是晚上，所有属性集合我们所有资源，万一遇到凶兽，提升实力。无妨，多谢诸位，攘外必先安内，此人不杀，想杀人，我们区永远无法团结对外。田志平，我知道他的坐标，这家伙排名第9，应该马上5级了。坐标给我，现在是晚上，所有属性减半，万一遇到凶兽，无妨。
攘外必先安内，此人不杀，我们区永远无法团结对外。南风，现在是晚上，离开小木屋属性减半，你现在相当于只有2.5级。是啊，田志平躲在小木屋里，你想杀他得先破坏木屋，短时间内做不到。无妨，我有把握。正好杀了他，为明天大战小次郎祭旗。要不我们几个一起去吧，集体干掉田志平。好主意！月黑风高杀人夜，兄弟们走起！不用，我离他近，大晚上的不想让你们出事。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自己解决。我要让本区所有人亲眼看到我杀死田志平的消息，否则在这种人的蛊惑下，本区只会一盘散沙。小心，兄弟们，我们好不容易活下来，好不容易获得的资源，却要因为南风这个贱种遭受损失。他这种口无遮拦的人，只会给本区带来灭顶之灾。往后会有更多人挑战我们，直到资源被掠夺干净。我建议组队去把南风杀了，然后去给樱花国的人跪下赔罪，求他们原谅。这个南风一看就是个下头男，人家就说他一句他就上头了，这种人该死。人家那么温柔，不像这个南风脾气暴躁。主意打定，我明天一早就去升到5级，进跨区聊天找到小次郎，向他认罪，承诺1天之内杀掉南风，他就会放过咱们区。等不到明天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你装鸡毛啊！你还能顺着网线来打我不成？我希望你一会儿还能如此嘴硬。你个狗畜生，自己犯贱拉着全区人陪葬，你还嚣张起来了！你等着，老子明天就带人去弄死你！到了，到了，到哪儿了？田志平，开门！你不是要杀我吗？我亲自送上门来了。兄弟们，南风来杀我了！坐标点256173，快来帮我杀了他！晚上出门属性减半，谁傻逼大半夜出去？他晚上出门才2.5级，你都快5级了，上去干他呀！就是你口口声声说要杀他赔罪，连个2.5级的都怕。你们这群贪生怕死的废物！你才是废物，连个2.5级的都打不过，还要叫我们？你刚才不是很牛逼吗？说要杀了南风，你怂什么？你有种就进来杀我！你不是挺嚣张吗？开门出来！哼，老子就不出来！你有本事打破我的木屋，进来干我！警告，你的小木屋正在受到攻击，生命值-5。老子的木屋5000血！你一下5点伤害，打到天亮去吧！也就1000下而已，1秒1下，用不了多久。狗东西，你以为老子怕你？不怕就滚出来！我叫人了，他们一会儿就来。你当我没看公屏？你再不出来，小木屋就没了。到时候属性减半，我杀你如杀鸡。一个2.5级人兵还是最低级的垃圾，老子这就出来弄死你！不，你怎么会有枪？小木屋自动回血，你忘了？你炸我！无耻！下辈子做个文明人。生命值-298，即将死亡。不可能，你属性减半，能死在我的枪下，是你的荣幸。丁，南风击杀田志平，获得其所有资源的50%。田志平被杀了，属性减半的南风杀了快5级的田志平，太可怕了！难以置信。解气！南风，你就是我的神！我再次道歉，以后
以后别杀我。冲你今天奶我一口，以后你可以永远躲在我身后。以后我天天奶你。晚上不安全，尽快回去。往后，龙国人一致对外，谁有叛逆之心，田志平就是下场。干得好，汉奸就该杀。不管明天南风能不能赢，我们都共进退。生是龙国人，死是龙国魂。那就先把匕首升一升。明天大战樱花小次郎，正好迷惑他一声。躲起来哭去了。樱花小次郎还没起床。小次郎6级快7。本命神兵50刀，已升2次，挑战失败只扣本区10%资源，但会被连续挑战拖垮。收到。南风，还需要什么资源？我们凑。能提升的基本都提升了，除非升到6级。不管输赢，我们共进退。132区天选者樱花小次郎对您发起跨区域挑战，请准备。来了。南风怂了，屁都不敢放。吓傻了吧？527区的资源，我们笑纳了。这个逼，弹丸之地也配称帝国。今日教你们何为礼义廉耻，真当龙国没人？老子7级，132区出来受死！小樱花还真把自己当回事。大家一起上，薅秃132区。我只针对南风。没冒犯龙国，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。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说，你们整个樱花国都是垃圾。8个，5分钟后你死期。樱花小次郎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嗨，欧尼桑。挑战60秒后开始，请准备。悠然赠送巨力草橙1，5分钟内提升10%攻击力，加油！谢了。3、2、1。南风，咱们终于见面了，我等这一刻好久了。哼，你笑什么？身高合理。巴巴亚路，你竟敢嘲笑我们大樱花帝国的血统！废话少说，动手！你就这么急着找死？断脊之犬，我杀你只需1招！该死的东西！你和你们的国家一样，自信过头了。自信是我们龙国的传统，不是你这种败军之犬能体会的。他没有底牌了，这一刀结束他！结束了，无知的龙国人，你的自负将为你的失败买单！拔刀斩！纳尼？跪下！你受到攻击仅618。不可能！我穿了锁子甲，防御值超过300点。在我面前，穿防弹衣也没用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都是冷兵器，你却有枪？我也想知道，为什么我的对手是你这种劣等生物？恭喜您战胜对手樱花小次郎，成为本次跨区域挑战赛的获胜者。因原始世界527区所有资源增加10%。天哪，我们赢了！5级的南风竟然战胜了6级的小次郎，太屌了！这一波真长脸啊！以后看谁还敢欺负咱们！我小木屋旁突然长出来好多草药，这就是资源增加10%的效果吗？我也感觉到了，周围的凶兽似乎也多了起来，树也变多了。昨天我砍掉的树，刚才又凭空长了出来。好样的，南风兄，你真强！1分钟不到就赢了，南风你好棒！樱花国真是一坨狗屎，等级压制都能输，越级挑战，厉害！南风真给龙国争气，龙国人打小樱花稳赢的，一定是南风使诈。他有枪，沙漠之鹰，被他阴了，连输都输不起，真是卑劣。小次郎的神兵是50刀，技能拔刀斩，弱点技能前摇较长，拉开50米距离即可躲避。樱花小次郎，洗干净脖子等着。
沉默打完，我接龙。我也来。你们要干嘛？干你！原始世界68区对原始世界132区发起了跨区域挑战，10分钟后开始。卑鄙！这次我一定会赢。系统公告：挑战正式开始，请所有挑战者做好准备。沉默打小次郎应该很轻松吧？杀鸡一样简单。挑战结束，胜者68区沉默。一剑秒了，真菜！纳尼？不可能！龙国掠夺了我们战区20%的资源，排名靠后的龙国战区，给我等着！樱花小次郎，到我了。原始世界113区对原始世界132区发起了跨区域挑战，10分钟后开始。不，这样下去会完蛋的！哥哥，救我！这么精致的娃娃，好想把它按在身下蹂躏啊！别怕，只是一个控制技能而已。132区连续3次跨区域挑战失败，全属性降低10点。天选者 D 又输了，我的力量少了10点。天选者 E 就不该惹怒龙国。天选者 F 我连野兔都打不过了。小次郎好菜，一招秒，朋友们快去打他！看来我得抓住机会，别和我抢。我留给樱花国排名靠前的区。08区对132区发起挑战，03区对1322区发起挑战。别来了，我知道错了。我们连同级凶兽都打不过，一死几十人，求你们放过！放过你们可以，杀掉小次郎，否则下一个是我。真的？君子一言。不，你们别听！小次郎君，为大局切腹吧！我哥是樱花一剑，你们敢？以后死不如现在死，我们来找你了。苏泽然这招借刀杀人有点东西。悠然，是你吗？南风，我快不行了，坚持住，我马上救你。凶兽太多，来不及了。临死前能见到你，我值了。别说傻话，区区40只野狼而已。你跳下来，我接着你。好。谢谢你，南风哥哥。都是自己同胞，我怎能见死不救？南风哥哥，
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这是我打嗜血狼领主抱出来的银箱子，我还没开过，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送给你。他居然能单杀5级领主嗜血狼，领主是你杀的，奖励就是你的。我们现在先去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把状态彻底恢复好。南风哥哥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南风哥哥，我的神兵是魔杖，技能是火球术。你是法师？对，所以我远程消耗那只嗜血狼领主，一点点把它磨死了。可是血瓶和蓝瓶全用光了，还被群狼围追，逼到了悬崖上。还好有你，不然我今天就要死在那里了。同胞有难，怎能见死不救？如今全民穿越，若要绝境求生，必须团结一致。可惜并非人人如此，像田志平那种贪生怕死之徒比比皆是。这种人，以后见一个杀一个。赞同。南风哥哥，我现在打开箱子，看看有什么宝物，我们平分。好，再拒绝就是虚伪了。不愧是领主级宝箱，好多东西。南风哥哥，这个加敏捷的戒指给你，这个加精力的项链我留着吧。还有这双加速度的鞋子，南风哥哥，快穿上。速度和力量都提升了不少。兄弟们，蜘蛛 BOSS 该清算了，所有人集合，准备打蜘蛛巢穴。悠然，我们要去打一只蜘蛛领主，6级的，你愿意一起来吗？好啊，南风哥哥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走吧。这位是悠然，能单杀5级领主，有他加入，打6级蜘蛛 BOSS 更有把握。太好了，欢迎加入！好漂亮的妹子，好清纯啊！要是能和我生猴子就好了。想啥呢？南风大佬带来的，以后得喊嫂子。欢迎。我们有个小队聊天群，悠然你也进来吧。好的，谢谢。丁，击杀6级领主地穴蛛王，全体获得大量经验值。终于搞定了。发财了！这得多少铁矿啊！神兵能升到1级了！哇！公告：原始世界39区天选者樱花一剑对527区南风发起跨区域挑战，因挑战者近期挑战次数过多，进入冷却。挑战时间定于明早6点。公告：原始世界39区天选者樱花一剑对527区南风发起跨区域挑战，因挑战者近期挑战次数过多，进入冷却。挑战时间定于明早6点钟。39区，樱花一剑，那不是小次郎的哥哥吗？他们排名前50，
等级估计已经8级了，疯了不成？就算赢了，他们得到的好处也不大啊，纯粹是为了报仇。南风，你的沙漠之鹰虽然厉害，但小次郎肯定把情报告诉他哥了。此次凶多吉少，无妨，富贵险中求。他们是大区，万一我们赢了，能分到超多资源；就算输了，其他龙国大区的高手也会替我们报仇。还是那句话，需要什么资源，直接开口。我先去升到6级，把神兵等级提一下。丁，恭喜升至6级，本命神兵可升级至1级。恭喜，您的神兵由 F 级巅峰升至1级。新技能解锁双枪流，被动可同时使用2把手枪，攻速加 50%， 伤害乘2。主动任意技能均可释放2次。新武器解锁黑檀木密银左轮。樱花一剑，明天给你个惊喜。南风，樱花一剑本命神兵是长剑，此前连续挑战3个区，未尝一败，看来是个剑术高手。有传闻说，这家伙穿越前就是剑道世家的。这两兄弟都不是善茬，小次郎若不是大意，胜负难定。我刚报了一件极品腰带，你拿着。苏泽然赠送鳞甲腰带乘1。我今天捡到2颗木瓜果，可以永久提升20点生命值上限，也送给你。苏意涵赠送木瓜果乘2。多谢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靠一把手枪赢了我弟弟，同样的结局今天不会发生第2次，那就试试看。哼，让你3枪，3枪之后便是你的死期。你还有2次机会，连子弹都能劈开，这和小次郎完全不是一个级别。雕虫小技，接下来到我了。没用的，在剑术大师面前，你的枪就是玩具。苍月斩，穿透弹。千万不能被这招打中，得先废掉他的手枪。没想到吧？我有2个技能，封印术，接下来的10秒钟，你都无法使用神兵。没了枪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我尼玛！跪下！穿透弹！为什么？你刚刚才用过穿透弹，还能再次释放？让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跪在这里的就不是你了。你还有多少底牌？下次挑战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来吧。给我个痛快！不急，再等3秒。丁，跨区域挑战结束，胜者527区南风。不可能！我哥哥居然输了！6级打赢8级，这怎么可能？527区的这个南风怎么这么强？大意了！这家伙居然有2把枪，1把左轮，这不公平！玩呢？之前说他有枪和匕首，现在还来个左轮，呵呵，输不起，找借口罢了。是男人就承认，格局小了。我还有加特林，大家以后都小心，这个南风有挂。樱花一剑的本命神兵是长剑，有2个技能，其中一个能封印对手神兵10秒，千万别让他近身。我操，
这么赖皮的技能还打不过，真是废物。有本事你们去挑战南风试试，我不信，我去试试。162区马丁对527区南风发起跨区域挑战。这个蠢货，我哥都打不过，他这不是找死？你们废物，我可不是。南风，等着老子，马上收拾你！又来个送资源的。原始世界126区天选者马丁对527区南风跨区域挑战现在开始。哥，这些人怎么都疯了？一个个都要针对南风。送人头罢了。我还是有点担心南风。10、9、哥，你在数什么6、5、4、3、2、1。跨区域挑战结束，胜者527区南风，恭喜527区，所有资源提升10%。10秒钟，这就赢了。原始世界527区连续3次跨区域挑战赛获胜，527区所有天选者全属性增加10点，天选者南风个人全属性额外增加10点。我之前说什么来着？南风大佬牛逼，谁赞成谁反对？我操，连赢3场，全属性加10，我做梦都不敢这么做。这下爽了，同级的凶兽还不是随便杀？蠢货，活该！这家伙作弊，上来就打了我200多枪，我哥都打不过，你这种废物就是找死！我打不过南风，还打不过你！162区马丁对132区樱花小巨狼发起跨区域挑战。不要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！公告：原始世界1区天选者凯瑟杜维纳升至10级，触发小型兽潮事件。小型兽潮将在5天后袭击各大战区，请所有天选做好准备。注：本次兽潮最高等凶兽为15级。什么？小型兽潮？15级的凶兽？这哪是精良，简直像换了个房子。精良的木屋解锁新技能拆迁，可将小木屋移动到地图任意位置冷却48小时。这意味着，全区的人都可以把小木屋聚到一起，共同抵御兽潮了。所有人赶紧升7级，小木屋升级后可移动位置，我们可以抱团守城。我操，还有这技能？那咱们可以建个村子了。那我赶紧升7级，把小木屋搬到苏一涵旁边去。滚，离我远点。大家一边升级，一边找合适的位置做营地，到时候把所有木屋搬过去，共同抵御兽潮。同意。经验值加120。3只，扛不住了！击杀多只高级凶兽，经验暴涨，恭喜升至8级。我操，南风你8级了，这才多久？我打了1天7级凶兽，经验好慢啊！南风传授一下方法，找个凶兽扎堆的地方，把小木屋拆迁过去，打不过就躲进无回状态，回满了出来继续打，磨也磨死他们。我操，还能这样？南风牛逼！这又是什么玩意儿？10级帝王级凶兽，不灭巨蛇。破不了防。小木屋正在受到攻击，生命值减100，减100，减100，每秒扣100血，加上回血速度，最多撑3个小时。这才10级，兽潮最终 BOSS 是15级，那玩意儿怎么打？穿透弹！能破防就好，血量再多，我也能磨死你。
到手的鸭子飞了，可恶啊！获得不灭巨蛇鳞片乘1，可用于升级本命神兵。材料刚好够。您解锁了新的武器 98K。叮，您解锁了新的配件2倍光学瞄准镜。手雷 98K， 我这是要起飞了。这也太猛了吧！这就去找怪试试威力。叮，原始世界39区樱花一剑对527区南风发起跨区域挑战，10分钟后开始。刚想睡觉，枕头就来了，正好拿这家伙练练手。我操，这个樱花一剑是不是有病啊？唉，大家都忙着升级，他又来搞事情。估计这家伙解锁了新东西，想报一箭之仇。此人阴险得很，这次又有什么阴谋？没关系，正好我也解锁了点新玩意儿。南风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有什么新招数亮出来吧？这次我凑齐了10枚挑战令，我要连续挑战你10次，让你们区所有人死无葬身之地！啰里吧嗦，打不打？找死！又是这招，对我没用了，因为不止你有2把神兵，双刀流幻影斩！哈哈哈哈！上次你怎么侮辱我的？这次100倍奉还！你巴掌！卑鄙！兵不厌诈，我不故意被你击中，你就不会放松警惕。你速度那么快，我不提前准备，怎么能炸到你？你的本命神兵究竟是什么？下次挑战我就告诉你。再见。叮，跨区域挑战结束，胜者527区南风。这么快就赢了，都能秒杀樱花一剑了。他有2把神兵，不过我刚好解锁了新东西。新武器是什么？手雷，直接炸冒烟了。挂披，樱花一剑当场懵逼。我也刚解锁冰球术，冰火2重天，什么时候给我来一套？先冰住，再烤化。我找到适合建营地的地方，坐标579412，来看看。好宽阔，易守难攻，天选之地。德然兄牛逼！苏子然，所有人木屋拆迁过来，胜算翻倍。大家发现没？升8级后，经验涨得很慢，打了好多怪，经验线几乎不动。升到10级至少要半个月。那1区那个女人怎么升的？目前升到10级的有14人，他们肯定有办法，只是不说。受潮针对10级玩家，会被 BOSS 全灭。全力升级，受潮前1天我排兵布阵，前排坦克扛伤，后排远程输出。战士刺客呢？2侧牵制大型凶兽，保护后排。就这么定了。警告，您的小木屋正遭攻击不灭巨蛇。我先走了，有急事儿。这家伙有智商，专挑我不在的时候偷袭。这样下去，最多1小时。小木屋要是没了，属性减半，今晚必死无疑。10万血，穿透弹才500多，这得打到什么时候？远程不行了。
这我还能让你跑了？丁，击杀10级帝王级凶兽，不灭巨蛇。天选者南风作为稳区首位击杀10级帝王级凶兽者，奖励声汪加4，力量加40。力量加40啊！攻击力直接加200，太爽了！丁，获得不灭蛇鳞乘500。丁，获得蛇肉乘100。丁，获得绿色宝箱乘3。绿色宝箱比白色高一个档次。玄学开箱，先洗脸，再开宝。1级村庄令，使用后可选定区域创建村庄，成为村长，招收50名村民，村民全属性加10，村长双倍收益。村庄领地内村民伤害减免10%，村长双倍减免。有了这个，小型兽潮的威胁大大降低了。我开到了村庄令，可以建村，村民全属性加10，伤害减免10%。村庄令，这是好东西啊！我刚才听见公告了，南风大佬杀了10级帝王级凶兽，太猛了！大佬，我要加你的村庄，给我留个名额。把排行榜前50名的都收进来，应对这次兽潮应该问题不大。快速升级，必须去看看。各位，我们都弄错了。弄错什么？从7级开始，真正要升级的不是我们，而是小木屋。不惜一切代价把木屋升到10级之后，你获得的经验值会翻10倍。10倍？你确定？我已经验证过了。你什么时候搬过来的？我们花光了所有资源，去世界交易频道疯狂买木材，10块，就是为了验证这条路能不能走通。你们这是把命都赌上了，就为了给大家试出一条活路。总要有人先走一步。呵呵，有来有往，别回头被怪打死了。我们可少个军师。既然这里要做终极战场，先给这片地方取个名。泽然，你定。乌鸦谷，好名字，够杀气。建立村庄。全服公告：原始世界527区天选者南风成功建立村庄，是本世界首位建立村庄的天选者，奖励声望加100，绿色宝箱乘1。全服第1个村庄，南风，你要载入史册啊！我竟然在全服第1的村庄里，兄弟，你真牛逼！恭喜南风哥哥，雕洛已加入，审判已加入，刘大强已加入。苏泽然，从今天起你是副村长，定不负所托。每100贡献值提升1点全属性，上限1000。把不用的装备材料都捐出来。贡献值达到100，全属性加1；200，全属性加1；230。终于有点文明的气息了。我们的共同敌人不是人类，而是这场天灾。这些怪物以及这个世界的创世神，可惜，并非所有人都有此觉悟。Not enough. When the beast tide comes, I need to reach level 15.
哥，你说我能在兽潮来临之前升到10级吗？先不管那么多，赶紧把小木屋升到10级再说。田志平是你什么人？哼，我堂弟。田志平死有余辜，他不死，整个区会被他害死。放心，我不是来给我弟弟报仇的，堂弟而已，死了就死了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做本区的老大，只要杀了南风，他所有的资源就是我的了。做老大对你有什么好处？老大就是皇帝，为所欲为。到时候本区的女人，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怪不得还有那么多人不去乌鸦谷，原来是你从中作祟。杀了南风，我一样可以带领大家抵御兽潮。本区还有800多人，其中200多是女人，这些女人以后就给我们当后宫。是啊，老子穿越之后到现在没碰过女人，憋都憋坏了。这小妞真漂亮，抓起来我们大家都爽爽。畜生！以后还有更畜生的等着你呢。给南风发求救信号。兄弟们，上！男的杀掉，女的留着，再去乌鸦谷宰了南风。南风，救我！我们被袭击了，有30多人。所有人坐标已发，立刻去救人。我离得最近，先走一步。老大，南风那边有动静，估计马上带人来了。来得及，杀了苏泽然，把这女人拖走，谎称人在黑雾沼泽。南风为了救她，肯定追到黑雾沼泽。那地方毒气弥漫，他进去就是死。那这女人，去出动，快！你让开，我和你一起。一涵，哥哥只能护你到这儿了。南风一定会为我报仇，他会杀光你们，一个不留。他很快也来陪你了。血条这么厚，老子把你头砍下来！你们都得死！他就是南风，杀了他！谁杀了他？女人随便挑。我说过，你们都得死。啊！不可能！一个人，怎么可能？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错了，我弟弟的仇不报了，我给你当狗。撑住！南风，谢了。哥，你吓死我了！没事了。没事了。
泽然，这家伙交给你了。不要，求你，我给你资源，我给你当狗。这一刀，还你！这一刀，还我妹妹的眼泪！南风、泽然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还好来得及时。这些人都是你杀的？我的个乖乖，一个人打30个，太离谱了！这些人等级低，都是被田志峰聚集的乌合之众。现在乌鸦谷情况如何？我们区还剩764人，其中700人已经聚集到乌鸦谷，还有64人没有响应。务必联系这64人，今天这种事绝不能再发生。明白？所有人听好，我刚升到15级，遭遇了一头15级的帝王级凶兽，差点死了。4天后的兽潮，最终 BOSS 只会更强。大家必须抓紧时间升级，否则全军覆没。连15级的凯瑟琳都差点死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4天后的兽潮 BOSS 肯定比帝王级还厉害，这怎么打？这个凯瑟琳开挂了吧？这么快15级？是啊，南风大佬才8级。当务之急还是先把小木屋升到10级。兽潮来临前，所有人必须升满。杀了田之风那伙人，爆了一堆资源，木材10块，足够我们这些人把小木屋升到10级了。太好了，南风哥哥，小木屋升到10级，我们就可以安心打怪升级了。或许我们这次真的能扛过兽潮。这波兽潮本质就是筛选，估计有不少大区要全军覆没。你说，这个异世界究竟是什么？不清楚，可能是外星文明入侵，为了筛选强大的人类种子。距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，我带妹妹继续去升级，我也争取今晚升到10级。最后一击！结婚戒指，先收好，回去再说。一涵，这枚戒指居然可以激活结婚功能。结婚功能？什么是结婚功能？消耗一枚戒指就可以结婚，结婚之后，双方的小木屋会合二为一，属性大幅提升。还有，经验值共享，一个人打怪，2个人升级，经验值翻倍。那能离婚吗？可以，双方任意一人都可提出离婚，无需对方同意。离婚后，所有经验资源平分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一方10级，一方15级，离婚后2人都变成12.5级。好家伙，离婚直接分一半财产啊！这比蓝星上的婚姻法还狠。结婚戒指爆率极低，属于极品道具，必须抓紧时间使用。那这要怎么用啊？你和南风结婚。这怎么行？一涵，南风和我们不一样，他才是真正的天选者。你今天也看到了，他一个人斩杀30人，哥哥不能保护你一辈子。你和南风结婚后，只要你遇到危险，他就能随时传送到你身边，以后不会再发生今天那样的事了。可是我看南风他和那个悠然走得比较近，他会答应吗？他不答应，也得答应。蓝村长，早上好啊！早上好，泽然兄。一涵，早。早。那个南风兄，我有件事想和你说，正好我也有事要和你们说。那南风兄，你先说。悠然，泽然哥，一涵姐姐，早。悠然也搬过来了。昨晚搬过来的。对了，我要说的事情是，泽然兄，一涵妹子，我准备和悠然结婚了。结婚？我知道这件事很突然，但是结婚之后能获得巨大的实力提升，这婚戒爆率只有10万分之一，十分稀有。不仅如此，结婚还会提供双倍升级经验，
这样在受潮来临之前，我和南风就有望升到15级了。南风，泽然兄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泽然兄，你这是要和我结婚？你个白痴！要和你结婚的是我妹妹。你是说你想让我和易涵结婚？没错，你是我好兄弟，也是实力最强的天选者。我妹妹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，只有你才能保护好她。哥，既然南风已经心有所属，我们走吧。这很简单啊，南风哥哥可以同时娶了我和易涵姐姐就行了呀。你说什么？同时？想得美，脚踏两只船。我绝不允许我妹妹和其他异性共享一夫。泽然哥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和易涵姐姐一起跟南风结婚，先激活系统功能，到时候3个人3倍经验值，属性大幅提升。等到抵御受潮胜利之后，易涵姐姐要是想离婚，随时都可以。简单说，就是利用系统功能提升实力，并不是真的和南风结婚。易涵，你觉得呢？看南风怎么说。为了大家，我没意见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对了，一个人能同时和多少人结婚？只要有结婚戒指，多少人都可以。一个男的可以娶无数个女的，一个女的也可以娶无数个男的。我没有仔细研究结婚系统，我还想问，这个异世界能生孩子吗？天选者人数是固定的，生不了孩子的。那就好，南风，我妹妹就交给你了。放心，以后我会用我的性命去保护易涵和悠然的。我相信你。既然都没意见，那就结婚吧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一件事。什么事？男的可以和男的结婚吗？南风，你要干嘛？我就是问问。不行的啦，只能异性才能结婚。开始吧。恭喜南风与悠然喜结连理，愿二人同心，共度难关。结婚增益全属性加100，经验值100%，解锁技能传送。南风和悠然结婚了，好羡慕！恭喜！怎么结的？打10级以上领主 BOSS， 10万分之1概率爆婚戒。想结婚，不停爆肝吧。易涵，到你了。恭喜南风与苏易涵喜结连理。南风又结婚了，我好羡慕！后宫啊！村长威武！只是利用系统提升实力应对受潮，不用解释。南风牺牲太大，我被楷模。村长别被榨干了！滚！村长，今天是你大喜日子，不管是真结婚还是假结婚，我们都该意思一下。我们所有人在打怪升级路上各自采了些鲜花，就当是给你的结婚礼物了。打怪那么忙，还惦记着这些。村长，你为咱们区操碎了心，连终生大事都牺牲了，我们送点花算什么？就是。再说了，嫂子们高兴了，村长你才能安心带我们打受潮嘛。悠然姐姐，我们收下吧。谢谢。行了行了，别煽情了，赶紧进去陪嫂子们吧，我们走了。走吧。
出事了！我们的同伴遭不明目标袭击，速来坐标74263。走。从早上到现在，本区人数急剧减少。几个小时已经死了7个人，暂时不包括乌鸦谷那些，这些都是没有响应入编的。看这情况，像是人为。如果是人为，系统会有击杀提示，但是什么都没有。难不成是人形智慧凶手？又死了2个，这次死的是我们乌鸦谷的李飞和李翔2兄弟，等级8级的，他们今早一起去冰霜梅林打怪。不对劲，有人针对我们，立即通知所有人回乌鸦谷集合。F 所有人，本区天选者遭到不明生物攻击，所有人立即返回据点，不要单独行动。你们几个全部回乌鸦谷，我和意涵去调查此事。老公，不带上我吗？悠然，你也回据点。这次行动我带意涵就行，万一出事，我和意涵可以瞬间传送到你身边。不愧是我老公，真聪明。好主意。意涵可以给你加血，万一打不过，还能瞬间回到大本营。小心。对方实力很强，一击致命，能同时杀掉2名8级天选者，等级至少在10级以上。他们临死前连信息都发不出来，对方出手太快了。什么人？圣光术追踪。南风，这边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樱花小次郎，南风，好久不见。上次那笔账，今天该好好算算了。你究竟是用什么办法来到我们区的？等你死了，去地府问你们的阎王！哼！不可能！这可是我全力一击！哈哈哈哈哈！你杀不了我的，老子有跨区域保护，死之前就会立即传送回本区。反之，只要老子想，随时都可以过来你们区，直到你们所有人杀干净为止。老公，这帮畜生一定有什么道具，可以自由穿越各个大区。马上回去大本营，把消息告诉所有人。没想到竟然是小次郎这个畜生！要不要问问龙国其他大区的大佬，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不用问了，是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跨区域传送卷轴，可以组建小队潜入其他战区，隐匿所有信息，击杀其他战区天选者，可获得对方10%的经验值。这就是小次郎疯狂杀人的原因。怪不得他们如此有恃无恐。新仇旧账，得好好算算了。这个卷轴哪里来的？击杀10级以上领主级 B BOSS， 有概率掉落。一次可以带多少人跨区？3人，也就是说，小次郎他们用了2张卷轴，6个人。
这个设定太离谱了，摆明了就是想让各大区自相残杀。这就是创世神系统的最终目的。这种道具的出现，无疑会造成更多人死亡。兽潮来临之前还要自相残杀，为什么就不能团结起来？必须除掉小次郎。泽然兄，卷轴给我。我和徐明跟你一起去。你们谁也别去，这不排除是小次郎的调虎离山之计。我们这些强者一走，其他区的人可能就全部杀过来了。可是，你一个人过去，我们不放心。我有卷轴保护，死不了。你们把本区所有人分成30人一组，全部集体组队去打怪升级，别给任何人可乘之机。可是，小次郎那个区那么大，你怎么找他本人？那就见一个杀一个，直到把他们区杀光为止。你是什么人？南风527区的南风。正是。入侵我们大区有何目的？小次郎入侵我们区，杀我同胞10余人，我今天来取他性命。你的目的只是小次郎？此人今日必死。若你们和他同流合污，我不介意杀光你们所有人。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我带你去找小次郎，你放过我们。我凭什么信你？我愿意和你签订主仆契约，我的村庄朝雾村从此之后永远臣服于你。牺牲这么大，值吗？直觉告诉我，您才是带领我们人类走向光明的人，绝非小次郎那种败类。人类本该团结，共同抵御天灾。丁，契约生效。132区昭吾村正式臣服于527区南村，村长昭吾英及全体村民誓死效忠主人南风，背叛即抹杀。主人。以后喊我村长就行。这个世界没有奴隶，只有团结一心、共同生存的同伴。是，村长。这位是我们的领主南风大人。为什么全部都是女的？小次郎等人联合起来，大肆残杀和凌辱我们区的女人，我们不堪受辱，联合起来组建了村庄。如今，我们区敢于反抗的女人仅剩这30人了，其他的要么被杀害，要么自甘堕落，沦为小次郎等人的女奴。此人还真是不折不扣的畜生！我的姐姐就是被这个畜生害死的，我要亲手杀了他。带我去小次郎的据点，他的命我留给你。大家，报仇的机会来了！追随南风大人，为我们死去的姐妹报仇！誓死追随南风大人！杀小次郎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你们都准备好，杀了小次郎之后，跟我去我的大区，共同抵御即将到来的兽潮。死死追随南风大人！走吧，带我去找小次郎。底下就是小次郎的村庄，他是樱花村的村长，村庄成员平均等级10级。小次郎如今多少级？ 11级。他本来被你击败后实力垫底，
但他哥哥樱花一剑跨区域给他送了很多资源，让他一跃成为本区第一。小樱，一会儿你躲在我后面，我把小次郎打个半死，剩下的交给你。这里是他们大本营，有50多人。区50人，不足为惧。赵俊英，你这个叛逆畜生！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，给我姐姐报仇！这个南风这个废物，我们就怕了。你不会以为他真的打得过我们所有？杀了他！饶了我！饶了我！我给你资源，我给你当狗！小樱，交给你了。畜生！今天我就让你给我姐姐偿命！敌袭！有敌袭！快来人啊！嫡袭你个头！是我。南风大佬，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美女？南风兄，你这是？他们都是在绝望中反抗小次郎压迫的女中豪杰。南风，你就是我亲爹！南风大人为了我们同胞们的终身幸福，煞费苦心，请受儿子一拜。你们两个滚！小次郎情况如何？小次郎已死，剩余10几名同伙躲进了小木屋，短时间无法击杀，我就先回来了。太好了，这个畜生终于死了。小次郎一死，他哥哥樱花一剑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放心，我自有对付樱花一剑的办法。接下来，我准备开一个盛大的舞会，欢迎新同伴加入。好耶！别拘谨，把这里当自己家。谢谢，你们真的很好。朋友来了有美酒，豺狼来了有猎枪，团结才能共度难关。南风，我要让你血债血偿！受潮不到2天了，多一道栅栏，多一分活下来的机会。栅栏扎的比我命都硬。这是跨区域讨伐令，一次传送200人，足够踏平527区。南风杀我弟弟，掠夺资源，这个仇必须用血来洗刷。我已联合25区高手亚历克斯，15级强者，一刀劈开帝王级凶兽。有他在，527区就是坟墓。为小次郎大人报仇！南风，我要你和你整个区一起给我弟弟陪葬。亚历克斯大人，527区所有资源归您，再加1个村的村民签订契永世臣服。放心，
过了明天，527区只会剩下尸体。动手！最后一枪！击杀15级领主，熔岩巨兽，经验值加1500。这是熔岩晶核，有了它，神兵就能升到地级了。不错。因本命神兵升级至地级手雷储存上限提升至4颗，恢复缩短至30分钟每颗，解锁新武器加特林机关枪。这就是众生平等器。好帅啊！有了它，什么兽潮都不怕了。南风，坐标791.420，我们遭遇15级帝王级 BOSS 地狱3头犬，情况危急，请求救援。走。这畜生好强！泽然兄，这样下去，我们恐怕都会死在这畜生手里。要不先撤吧，大家伙都顶不住了。不能撤，这怪物刷新率极低，击杀它全区都能获得奖励。一旦撤退，就再也遇不到了。可是我已经发信息给南风了，我们再坚持坚持。拼了！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这怪物不好对付，你们小心。正好试试我的新武器。来吧。527区成功击杀15级帝王级 BOSS 地狱3头火，全区所有天选者获得奖励，全属性加10，经验值加2000。死了？就这么死了？加特林，那是加特林啊！南风大王有加特林。泽然兄，咱们拼了半条命都打不动的 B-Boss， 南风一个人1分钟，这家伙到底还有多少底牌？还愣着干嘛？爆出来的东西不捡了？我闻到了猎物的味道，见人就杀，一个不留。太弱了，给我磨刀都不够。我们区的人数在疯狂减少。就在刚才，我们区一下子死了19个人。我看了下死亡名单，这些人都没有加入我们乌鸦谷，属于闲散游民。是樱花一剑，他来了。这什么？所有人立即回乌鸦谷。樱花一剑，我们的恩怨是时候了结一下了。我在回来的路上亲眼看到的，对方人数至少200，清一色精锐，领头的是樱花一剑和一个叼雪茄的牛仔。樱花一剑这是要鱼死网破。
跟他们拼了！我们700多人，还怕200人？他们不是要攻下乌鸦谷，是要让我们减员。明天受潮一来，我们都得死。没错，一旦防御工事被毁，我们一样会死在凶兽口中。难道就没有办法了？樱花一剑的目标是我把他引到暴风平原。你要做什么？我拖住他们，你们赶紧加固防御工事。太危险了。放心，樱花一剑，小次郎是我杀的。你要报仇，来暴风平原找我。杀地之仇不共戴天，今日我必杀你！南风，还我弟弟命来！有本事就来拿！杀了他！不可能！有点实力，还有什么本事，都拿出来。你的确很强，但有句古话叫“兵不厌诈”。这些是我的精锐，每人等级都在12级之上。南风，你觉得你还能活着离开吗？杀了他！527区的资源、女人都是我们的。那是什么？将军，火力太恐怖，就算赢也会折损大半。明天的受潮，亚历克斯大人，您答应过帮我灭掉527区。滚开！你不过是一条狗。可笑，真是可笑！小灿郎，哥哥这就替你报仇！弟弟，哥哥尽力了。来吧。南风，谢谢你，走好。弟弟。找你了。再来。这是哥哥的第一把刀，送给你。以后不管去哪里，哥哥都会保护你。お兄さん，走好。你回来了，吓死我们了！好，
姐妹们，10分钟后受潮，身后是我们的家园，这一战退无可退。警告：受潮已至，请应战。赢了，活下来了！还有，我是来自泽塔星的亡灵巫师克素恩，弱小的蓝星人，恭喜你们在试炼中走到了这一步。来吧，让我见识见识你们的本领。我操，外星人！你们这帮狗东西，奴役我们蓝星人，让我们自相残杀，你们究竟要干嘛？只有活下来的人，才有资格和我谈条件。别太小看我们蓝星人！大家一起上！所有人一起上！弱了。我说过要保护你们，我不会说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强烈意志，解锁隐藏技能武器融合。